有民众经过新竹市一搭地起大楼的工地，无意中雄雄发现讲，这告示牌顶头施工期竟然是对民国84年开始开工，按算爱起到民国117年。是啥物建筑物才稀罕爱起33档？民众拢感觉真好闲。大型机具在工地内底钱甲满满，当咧赶工，真足甲看外口告示牌顶悬。施工期间竟然是写对民国84年到117年，算算这栋30层的大楼，竟然爱起33档，民众看到感觉真好奇。它是最近才开始动工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围起来已经围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但反而现在的房子普遍都盖得很快，我反而觉得很吓人。附近民众讲，其实这建案今年初才动工，政府嘛回应，这建案是在民国84年依法申报。依照迄当时的工期标准，建造目前也未过期。本案民国84年依法申报开工，依照当时工期核算标准，建造目前未逾期，仍有效力。但随新竹市建筑管理自治条例民国90年发布实施后，滚动检讨工期核算标准，目前已无类似案例。负责建案的代销公司表示，地主是一般的团散公司，准备要起主体大楼。当初申请建造了后，无严密开发，一直到去年才开始卖。因为这栋大楼是在新的住地条例实行进前就提出建造，所以一切拢合法施工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